奧地利係按照教師徒制，按師傅帶徒弟帶學生啊，哈，按師傅呢，三個師傅唔會容易講，師傅知道你講，你目標帶了未呢？按過程呢，你一家一親，因為你一家親都長係你一家自己的啊，過程你要自己去走那個路，他是告訴你，你有問題來問我，所以。當你這個過程走到那某一個點的時候，他就知道，你的程度到哪裡了。然後這個程度，他如果一直告訴你，你沒有辦法領悟，你沒辦法。所以這個師徒制就師父一直帶着你，他只告訴你目標在哪裡，他示範給你聽。了到任何東西，無法度講寫在書檔啊，老人講啊，了任何了用慢演奏，用慢演奏，其實去一張一團任何教你，開始了只師傅傳本學生啊，學生做個傳本給學生啊，像你客家人最重要係你講最重要係語言，因為講客家話嘛，語言是代表你客家文化，做啲用慢人做個傳下去，嗰是當重要。和從音樂裡面強調，喺教授在咱講，所以維也納用慢人呢會變成世界啊音樂都市，世界引領世界的古典音樂中心，頭排所有嘅作曲家全部。歐洲嘅作曲家全部唔係德國嘛、老外，全部追尾嚟維也納發展，係做得在維也納登台，非常緊緊登上世界舞台，所以原因是在這裡。一開始唔是喺上海文廳頭路去學嘅，後來唔感覺一直鑽研，變得講非常專業。錯，對你心態影響係乜嘅？我做這一件事情，雖然他自己是長號，但整愛想我要把他所有長號技術全部弄清楚，就這麼簡單。就是我作為一個演奏家，我要把所有長號的技巧，所有長號的領域的，它雖然對一般老百姓來說是非常遙遠的事情，可在音樂裡面，它就是樂器的一部分。在音樂的樂器裡面，它也不是很流行的樂器。可是盡管如此，在這個領域的專門學院，在西方裡面，至少在維也納音樂學院，它是跟所有鋼琴是完全一樣的。你要被的訓練的過程當中，你要畢業的時候，你的程度是跟其他是一樣，不是那麼簡單。它是有很多的學問，很多的東西，所以它最後我感覺其實也叫借由它是一個媒介，借由這個長號，我進入古典音樂的世界，我如何去探索音樂的風格？透過啲樂器開始啲，乜個按到巴洛克，乜個按到古典樂派，乜個按到浪漫樂派，乜個東西，不冇強嘅作曲家，冇強嘅樂家，佢所做出來嘅曲兒，其實冇強嘅色彩，所以咧最尾佢變成其實一個平台度解決，我就透過呢個平台去進入真正的音樂嘅世界。